壹傳媒電視業務同免費報瘋狂燒錢，全年業績實蝕近10億，被逼洽售台灣嘅資產救亡。但事件曝光前，股價已經先行炒上，喺過去2日更加係大炒特炒添。喺星期2至星期4期間，壹傳媒嘅股價累升32%，成交2536萬股。值得注意嘅係，壹傳媒向來每日嘅成交都係只得幾十萬股啫，所以是次嘅成交同股價異常波動。然而，包括李澤楷在內多名被傳媒點名嘅可能收購財團都否認或者係表明無意購買壹傳媒台灣嘅資產，令到事件更加耐人尋味。壹傳媒賣產嘅計劃極可能最終會泡湯。據權威人士透露，證監會對壹傳媒股價嘅波動極表關注，勢必會調查係咪有人涉及內幕交易以及從中獲利。而廉政公署亦都唔排除會介入事件。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